大家好，我係伍博士啊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喺《經濟日報》博士同人專欄寫一篇有關幼稚園 STEM 嘅文章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都會明白，原來 STEM 都可以喺幼稚園推行喎。STEM 係近年教育界熱話咧，就唔使我多講啦。但係究竟有幾多人真正明白 STEM 個中嘅要義呢？又有幾多人對 STEM 一直存在住迷思呢？網上信息可謂五花八門，成人喺網上揾一啲自覺有趣嘅小實驗，又或者令到小朋友以平板咁學一啲嘅編程啊、操作機械人啊等等，呢啲係咪就係 STEM 嘅教育呢？我經常都提出，小朋友任何嘅學習範疇咧，都應該符合適齡、適量、適度嘅原則㗎。STEM 嘅學習亦都唔例外。以幼稚園程度為例啊，STEM 嘅教育應該係順應小朋友發展規律同埋能力㗎，而佢學習嘅內容咧，亦都應該存在喺探究力啊、解難能力啊、建構學習，以至探索研習嘅內涵。推行呢啲活動期間呢，亦都應該以幼兒為本，讓到小朋友有機會自行探索、解決真實生活中嘅問題，並運用佢跨學科嘅知識同埋能力整合所學。小朋友喺探索研習嘅過程裏邊呢，就好似科學家一樣咁樣思考，理性咁樣尋找資料咧，證明佢所諗嘅嘢，亦都好似工程師一樣務實咁樣解決問題，以物料建構所學。至於同人表達想法嘅時候咧，就會好似演說家一樣，能夠咧好有條理咁分享佢所學所想，當中強調動手做中學嘅精神，更唔怕從錯誤中學習，正正就係 STEM 嘅精髓啦。而所謂嘅探索研習，就係按照小朋友感興趣嘅事情進行探索同埋研習。小朋友以科學理性嘅態度同埋方法，即係發現問題、假設、驗證、歸納，以至分享一連串嘅科學步驟，去尋找佢想知嘅答案。老師平日亦都可以觀察小朋友感興趣嘅人同埋事啦，誘發小朋友進一步去探究。亦應該以繪本啊、環境佈置啊、參觀等等作為引子，引發小朋友嘅研習興趣，發掘佢哋想知嘅話題，再令小朋友一步一步咁樣尋找答案。但老師設計研習嘅期間，係需要由小朋友自行發現感興趣嘅問題作研習㗎，讓小朋友感興趣嘅話題進行研習，繼而商討、假設、解決問題嘅方法，再用唔同嘅方法去尋找資料。喺小朋友嘅研習期間，老師設計呢係需要由小朋友自行發現感興趣嘅問題作研習㗎。老師喺過程裏邊一定要忍手啊，由小朋友用自己嘅方法繼續尋找佢嘅答案。老師你嘅角色只係一個引導者、協助者，甚至係一個同行研習嘅夥伴嚟嘅咋。事實上，由於探索研習嘅過程，分享嘅資料都係小朋友想知，而唔係老師想教，所以對於小朋友嚟講咧，所獲得嘅知識咧都會分外深刻同埋通透㗎。呢一個研習嘅過程，除咗包含咗小朋友自發自主嘅學習動機，小朋友更需要發揮佢嘅綜合應用能力，包括語文表達啦、組織啦、建構、觀察、與人溝通、美藝等等。咁先至能夠整合所學㗎。呢啲學習嘅方式，小朋友嘅學習都係統整唔分科㗎，並能夠整合舊嘅經驗延伸至新嘅經驗。凡此種種，亦都係 STEM 教育中嘅探究力、解難能力嘅精髓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到，幼稚園嘅 STEM 教育絕對可以結合日常自選活動時間，喺日常嘅課堂配合主題，適度咁樣推行探索研習方式嚟實行嘅。STEM 教育嘅精神係存在喺跨學科統整性嘅要義。以上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幼稚園教育界別 STEM 教育嘅迷思。下次我再同大家分享其他課題啦。拜拜。